欢迎收听阿迪来开讲的单元台语话故事。台语话故事是以全台语开讲的方式，向大家介绍台湾的民间传说或者在地历史、风俗民情。希望对台语以及台湾文化有兴趣的朋友，会当用声音重新熟悉台湾。好，来甲大家拍一招呼。嗨，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阿迪帅哥你好，我是苏龙，我是阿迪。咱今日录音的空间吼，因附近拄当伫施工啦，伫起厝的款，起楼仔厝。哦，阮遮即嘛足济啊，拢新的哦，要来看无？无偌贵啦，差不多拢800-900以上至1000。讲实在，伊当厝800-900-1000是无算贵啦，这是确实是。但是我嘛爱看所在，甲看厝的情形啦。在本地的人来讲，是较受较计较较悬啦。对，但重点是因为即个当伫施工吼，一寡施工的声音加减吼，虽然我已经有做一寡调整，但你讲要完完全全无声，我嘛毋知啦吼。因到时阵听的时阵，大家若有听到一寡声多多包涵啦。请大家海涵啦，较文言一说安尼。咱拄开始就要先来即个看乐嘛，袂使讲看乐啦，因为咱当时是嘛有讲到即个男主即个物件，即个名词安尼敢若伫讲查甫的男主。对啦，因为咱顶届伫讲即个高雄，其实有做高山啦吼，高雄高山这所在一家六口的新名复兴的事件，有讲到男子区即个所在，男子加工区这真有名。那国语讲男子加工区，就听较有啦。但是咱迄时嘛伫讲，在地人凡是有家己的叫法，因为即个名听起来无像在地人原本的叫法。但是因为迄时我嘛无特别去做功课，所以就请大家来老话也是传信息来甲我讲。那嘛确实有真侪人，真可能在地人啦，真侪在地人有甲我讲因是安怎讲安怎讲。真多谢呢。所以我就拄好有即个机会，咱就趁即个机会来甲大家来分享一下吼。第一是男主即个所在，咱在地人毋是叫男主啦吼，做南马坑即个名，南马坑吼。就是你若写华语，就是男，就是迄个男子的男，就是即个字就是搁再写迄个啦吼。坑就是坑洞的坑，坑南马坑。那另外有一款写法是3点水的男。这是互大家先了解一下吼。那当然，即个南马坑即个名由来有2款讲法。头一个由来是讲即个所在因为地势较低，叫做坑。坑啦吼，坑即个名吼，真侪所在叫做坑，拢是周边较悬，伊只地势较低，有敢若窟啊安尼吼，说做坑。对，比如讲过去其实咱定讲大溪对无？大溪古地名嘛做大溪，因为伊边仔有山，伊遐是较低的所在，叫做大溪，到尾甲变大溪。叫久就走音。真侪叫做坑的所在拢有即个特色啦呢。即点是较无疑问的坑即个名，即个词安尼。但是咱嘛真歹念，真歹念。敢若像个人。咱嘛或是只人嘛啦吼。即个词伊是目前伫咧伊的即个马坑即个名内底是写做木字边。插头迄个木。木啦，木字旁。是迄个木字边吼，佮加一个即个南方的南。就敢若萧南迄一种树是萧南的南，无毋着萧南木。萧南木对。咱嘛其实本身就是咱讲的即个树种啦，一款树仔。其实叫做南马坑吼，就是听讲因为这世界吼，拢有即个南马即款树。南马啦，其实正常讲做南马啦，南马即款树。萧南是伫咧即个1694年的即个台湾府志就有写着南马坑即个词。是这样来的。南马坑吼。那即个词迄个时阵就是用即个木字边的即个南马坑的写法，或者是头一个讲法，就是因为即个南马即款树或者南马吼，虽然念法有小可无共啦，听过各种念法，即个树仔的念法。
那第二个讲法咧是讲南这个字原本是应该写作水字边的南。三点水啦。嘿，咱拄仔讲萧楠木的楠嘛，你甲即个木甲摕掉，木改材木3点水摕掉，啦。变成3点水。因为台语伫咧讲即个台语正常念念做南嘛啦，南嘛，嘿，南嘛的即个意思就是讲地势较低，即个湿地，湿地沼泽，萧地，是湿地即个感觉，嘿，暖迄落土地安尼吼。你若看地图，你就知影讲。即个南马坑即个所在西边应该是海墘啊，叫外海啊。伊北边是即个叫做橋頭，南边咧未到即个鳥青跤，鳥青跤是即个當叫做鳥松。在地做鳥青跤啦，未到鳥青跤就會先拄着即個半屏山、半屏山。因咧咁講鳥。對，鳥松或者過去叫做鳥青跤。青即個字其實有2個意思，一個是咱講榕樹，青啊其實有榕樹、有松樹的意思。這2個樹攏會使念做青啊。其實正常來講，遐是迄個鳥青是講鳥茸，有一款樹叫做鳥茸、雀茸、鳥茸喎。迄種成個就大丛嘛，所以鳥迄個鳥的葉啦，雀茸啦、鳥茸迄款的就是鳥青伊鳥青跤就是即個所在大樹跤的意思啦。真簡單講，迄張大樹跤。但是因為即個青是會使寫做榕樹的榕，嘛會使寫做松樹的松。咁啊，伊甲轉成華語的時陣，煞緊了變成緊毋對，變成松樹的松。所以即個所在叫做鳥松。但是事實上伊在地鳥青跤這青其實過去是指即個青啊是講榕樹。榕樹的意思，就大樹跤啦，簡單講就是大樹跤的感覺安尼。伊未到即個所在，就先拄着半屏山啦，所以伊本來即個南馬溪即個所在，就是地勢嘛是較低，而且伊閣有即個後硬溪後進，後硬嘛，後進就做後硬，後進做後硬，真奇怪。有所在，因為有當時先有迄個發音，到有即個字吼，所以就定即個字現象吼。所以後硬溪有經過即個所在，伊規個地理環境攏較濕，攏較淡濕，所以就號做南馬坑其實聽起來足合理的，我們聽起來真合理安尼。目前來講啦，即咱講男子區公所，即時陣就只好念男子區公所，你別念南馬坑區公所怪怪，唔係奇怪吼。南馬坑區公所怪怪，咱即時陣就會照迄個字念啦，男子區公所。官方的講法是頭一個，就是咱拄仔講即個種真濟南仔樹、南仔即款的所在。嘛是講，尤其是講過去即個後硬溪啊，後硬溪邊啊，攏是南仔樹的關係，叫做南仔。不過嘛，因為有一寡人是參考其他過去的記錄，甲無共所在地號名的即比較，較認同是第二款講法嘛有。其實佇咧台灣，因為即個第二款，咱拄仔講的，因為即個地勢較低濕地，或做南仔的，或做南其實叫做南仔啦，因為即個音我定定攏定是，但我會念個較輕。照你講是愛念做南地，所以是南仔地，但是我家己咧念的習慣啦，因為咱講關係會較輕一絲啊，我定定會念成南仔地，較輕。那今日大家意思夠了解我的意思的話，因為我即個字的調會較輕一絲。我唔是恁遐人講較袂準啦。南仔地南仔這個所在那其實是或者南仔這個所在真濟，比如講新北市的邦橋，邦橋一個所在叫做南雅。遐上有名的、上出名的，就是南雅夜市。是哦。南雅其實嘛是共款來自即個南仔。南雅感覺無夠好聽，所以佮改一個，像南方的南，文雅的雅，做南雅夜市，還有真有名做南雅夜市，其實就是來自南仔，就是講這所在過去嘛是濕地，過去啦。安尼了解。還有一條溝啊，佮當無改名做南仔溝。南仔溝，南仔溝就是因為南仔地所在開出來溝啊，南仔溝，就最簡單爾。南投的這個民間鄉，民間鄉過去嘛做南仔。安尼不哩濟位哦。是安那民間，南仔變成民間民就是姓名的民，間就是空間的間。應該叫做我無特別去查嘅，我直接翻的，應該唔是安尼講啦。無緊，我咱現場來查看賣伊嘅念法是啥物。因為安尼查嘛袂準的，因為迄本地嘅講法甲外來，你像講咱宜蘭有兩位一個咱華語叫做三星嘛
外来拢讲话三青三这个应该是青，无毋对啦吼，这个叫做名间，因为是名嘛，姓名吼，名间。名字的名啦。嘿嘿嘿，名当然这时用较文言的念法啦，吼文言的念法就名间。那是安那咱嘛，原本这个所在嘛叫做咱嘛嘛吼，咱嘛先来改成名间呢，因为伫咧日语内底名间这两个字，你若转换成日语来读，会使念做咱嘛。好，你了解意思无？等同啦。嘿，发音甲即个咱嘛共款，有说咱嘛，所以就是照这两个字加变成套用日语的汉字，就写民间。对。到尾甲变成即个民间乡就是大概是安尼来吼。即个民间乡即个所在吼，其实还佫内底啦，即个即区内底还佫一个所在叫做咱嘛埔。嘿，真侪所在做咱嘛埔就是安尼，像桃园的即个八德即个所在，嘛有一个所在叫做即个大南大南，嘛是共款意思。云林虎尾嘛有即个南嘛，所以四界拢有即个名啦。其实你只要知影听即个名，大概知影讲过去即就是拢湿地较低，地势较低吼，佫有较湿的所在。真侪啦。好，咱来开始着来进入咱的正题啊！今日要讲的故事咱进入正题先咱顶面讲的是即个高雄发生伫咧高雄的代志嘛，10多年前的即个社会事件。那即边呢，咱佫扭转来宜兰咱甲咱的目跳不离紧咱跳来跳去，奇怪足奇怪。我进前伫大学伫读册的时阵定有人拢会认为我是高雄人，我嘛毋知是安那。有高雄那边的款差足远的，伊人讲差足远的，真远的，斜对面的，很远安尼。等过去其实伫讲宜兰的故事内底时阵，定来讲到真侪即个打打杀杀的故事，对无？毋管是即个江专病啦，阮汉病啦，即款族群的车病，嘛讲过即个姓氏氏族的车病，像咱讲即个单林里结生死，但无情理无义，姓林啊娶家己，这咱拢有讲过啊。那甚至咱嘛讲过新名之间的车病，包括着即个三王斗阵讲好夜曲失踪，好夜甲大家找无倒来来即个故事嘛真互人印象深刻，真一直想着即个代志。我嘛一直想讲奇怪，迄只好在对，咱毋连讲来遐看觅。对，你若有机会去甲即个五建去甲即个永安宫，真正会使去遐看一个，真趣味。真正我有去看过，真正迄位虎爷路我搁伫遐，但是虎爷无伫哩。即边呢，咱嘛是有车病，嘛是有车病的故事，但毋过咱即届改做是即个音乐有关系的车病。是因为音乐来车病，因为族群，因为姓氏，因为新名，因为信用等等拢会使车病。咱的音乐嘛会使为着音乐来车病。啦，每项拢若要车病来讲，即个随时拢有理由啦，什么拢有啦。囡仔两个囡仔为着一粒球嘛是，你一人甲分一粒，互伊佫袂欢喜。若一粒两个佫会车病。对啊，所以若有看即个飘地的朋友，就知影讲，即边咱讲的是北管的乐派之争。音乐的派别之争北管，虽然要维护家己的，维护家己的想法其实真正咱伫访问即个10年级的即个时阵，咱嘛有讲到讲因的即个乐师柯淑慧淑慧乐师，伊毋管是伫咧南管甲北管的方面，拢会使讲真厉害。伊拢遮厉害，尾要徛倒一边呢？伊两边拢真厉害但是若是在宜兰来讲啦，宜兰是无南管的这先互大家知影，宜兰无南管音乐，宜兰毋捌有南管音乐。宜兰过去事件是北管。这个柯淑慧小姐伊是倒遐的？应该台北人的款。我印象中。无你讲伊的南管北管拢。伊是专科学的啦，伊是专科迄专业的，因迄是专业的，无啥共款所以咱爱先讲到北管咱就爱先来熟悉一下北管这个物件是啥物。敢若讲一支长长安尼，毋知啥物管。听到我的感觉是敢若拢做戏闹热的实在有安尼。北管听起来较闹热无毋对，因为其实北管大仙伊毋是一种单一的即个剧种，伊毋是高一款剧种发展出来的。声音够响。
嘿，其实有一款讲法认为讲，伊是伫咧清国的时期，即个乾隆嘉庆年间，伊就对着咱遮的即个汉人移民来到台湾。伊过去是无属于闽南甲客家系统的戏曲，也就是讲无人做伙嘿，等都是毋是原本闽南地区，毋是过去清国的即个闽南地区，还是客家系统因伫使用的音乐，过去毋是。等都是参揽真济无共款的所在，吸收真济无共款的剧种，剧种拢会使来甲变成一款新的戏曲，是就融合的，会使安尼讲，无毋对吼。伊使用是一种叫做即个官话，或者编辑官方的语言，官话，或者编辑惊音的即款的讲法的语言，这语言就奇怪。你若上细听，若看北管戏，你看奇怪，看起来敢若就像歌戏，但是你字拢听无。以前咱来讲大戏，就是大陆迄种方面迄个北京戏。甲北京戏佫无啥共款，伊用字佫无共款，但是确实伫一寡系统学习的对象，甲即个北京戏是有关系，无毋对。但是你若听，比如讲当个歌戏的扮身，咱你庙口头前做戏拄开始拢爱先扮身，扮身时你若详细听伊讲话，你发现伊讲的台语甲一般正戏演出的台语佫无共款，因为即个扮身就是自即个北管的习俗来，北管的习惯来的，所以因咧讲话的时阵用的是咱拄仔讲即个官话。就是编辑的惊音，惊音就是北京的音，即个腔口的感觉，但伊又佫毋是真正北京的话，所以会使讲是带有即个闽南口音的中国北方话参揽做伙一款真特殊的语言。所以佫无共款。等于讲闽南的口音，甲揽伫即个北方的语言内底，参揽出一款新的语言安尼这是创作一个新上特别的。啥会叫做北管的？其实拄开始是无即个名所以你若去，比如讲，因为咱都有讲伊是为清国的时期，就是即个乾隆嘉庆年间就发展出来。你若伫中国迄边问，因分袂清楚啥物是北管因为过去是无北管即个名。因毋捌听过即种的应该讲，因过去无北管即个名，即个名是伊伫台湾自中华开始，向北开始发展的时阵才出现的。因为迄个时阵伫咧北部较时行，因为相对南部流行的是啥物？就是南管，无错，南管较早就有所以相对南管来讲，才叫做北管。拄好南管伫南方即边较时行，去南部较时行，安尼伫咧北部较时行，无都叫做北管好啊。叫做北管。毋过即款的拢应该我听是敢若袂歹听，毋过敢若无好学呢。这拢无好，南管北管拢就歹学的，因为你爱看公车谱。迄拢爱看死。不过南管当然讲南管是原本就做南管伊大生伫咧，因为南管是来自泉州甲厦门厦门泉州甲厦门本来就伫中国的南边过去就做南管就即个名，所以这是两个来源无啥共款，大家了解一下。过去北管发展到上老热的所在，就是伫咧宜兰。对啦，宜兰北管最时行的，差不多伫咧即个咸丰年间、咸丰年间开始的那我讲即个北管过去伫咧宜兰上车也是有一寡根据的，我毋是黑白讲的你敢若看宜兰过去甲北管有关系，即个俗眼就会使知影。宜兰俗眼甲北管有关系，足济所以说落来，咱就用咱遮的即个俗眼在地的俗眼来甲过去北管内部即乐派拼斗的历史，一个一个甲斗出来，甲斗转来甲斗做伙你知影讲过去宜兰伫发展北管的一寡情形，因是安那车拼，是安那车拼这个咱就会使了解。车拼要创那么你就知影为什么因的车拼来，咱先爱了解头一句叫做错在文定生。咱要讲到北管的即个戏曲伫咧宜兰的车拼，头一句就爱先了解即句话叫做错在文定生。文定生其实就是尊称一个人啦，即个人正名叫做简文定，姓简简文定，或者嘛有人讲伊是即个林文定事实上姓哪一个毋知影，但是当普遍较济讲的是讲姓简较济啦，简文登简文定，即个人是北管的乐师，伊毋是宜兰人。但是伊到尾来到宜兰来开班修道，人讲学音乐的囡仔袂惊歹路，大家是对着文定生伫咧认真学，那知影到尾啊，煞分出西皮甲福禄
就是这两派，哦，一个是西皮派，一个是福禄派。福禄派毋过尾仔较有名感觉呢。因为宜兰保存较济一丝仔是福禄，对，西较有皮较听早无，但是西皮的势力当时就大。虽然我无接受，毋过敢若较有听着福禄。其实伫遮有几种讲法啦，一种是讲文定生是分两班，伫咧教地主、教主地啦，因北管叫做主地、主地戏甲伫咧教这个主地一款会传西皮，一款会传福禄，这是一款讲法。敢若像你收道地共款的，我开两班无共款的班，教无共款的物件。即个教即种，即个教即种安尼。另外一款讲法是讲，伊教这个土地愈来愈济，收愈来愈济土地了，逐个四界就会开即个客馆，家己开家己做一个客馆。出师。虽然拢有家己对音乐的见解嘛，最后慢慢就是我甲你见解较晚，咱就家己小甲因较无共款，咱就分开，最后就变成两大派，咱就无共讲，变两大派就咱讲西皮甲福禄，西皮跟福禄，福禄寿迄个福禄，西皮就西瓜皮的西皮。人毋捌讲福禄社。是，无毋对，咱们会讲着写即个事。另外咧，佫有一款就是佫有一个就是号做即个苏普，另外一款讲法啦，佫讲有一个号做苏普的人，苏普，讲其实当初是苏普伫咧教西皮，甲文定伫咧教福禄。安尼讲嘛是有道理呢，听起来嘛敢若有道理。不过因为咱过去有留即句话落啦，做错在文定生呢，所以若是拄则咱讲有两个人伫教无共款的物件就甲即句话小可有重担。你即马所讲错在文定生，就是讲你做错的人是即个人啦。应该安尼讲啦，错在文定生的意思就是讲，你不该教两班，毋管你是西皮也是福禄，拢会家己讲家己的做法想我的做法，我的想法。人当初是文定生，就是安尼传落来，虽然拢安尼讲，恁的想法明明都无共款，可能甚至有冲突，但是大家拢讲我当初是老师，就是安尼甲我教，虽然拢，所以毋则讲错在文定生啦。所有的错拢惯互伊啦，咱家己的想法拢牵拖去较早的人遐去啦，所以讲错在文定生，意思就是讲对啦，你拢虽然讲的就对啦，毋对拢迄个人，嘿啦，毋对拢是伫文定生遐啦，当都有一款带有即个考试意思的话啦，其实即马真侪人嘛爱讲自古早就安尼，有无是真侪人安尼讲，自古以来就安那。对啦，我就定定想要问讲，是偌早？就是古早，古咧就是安尼偌古，就安尼来，就安尼来。我来问你讲，我真问你讲，是偌古咧？几年前开始，你嘛讲袂出嘴，你嘛毋知影。就迄个自迄个人开始来。其实你根本都毋知影，有当时人，你若家己想要安怎做，你就家己承认。我就是想要安尼做，咱无话讲，毋是嘛？虽然拢杀去古早人遐，古早根本就袂用去改，对无？袂赴啦，伊也口无言，无法度来甲你评论啦，人不知啊。所以我真无介意人定讲咱古咧就是安尼，啥物叫做古咧？我一查讲3年前才安尼搞讲古咧，是偌古。真侪我嘛拄过真侪代志安尼，我要改变一个，讲我用即个做法无好诶问题，要改变。头一句话就是讲就古早就安尼，以前就安尼一边记录3年前，或者古早。伊就讲以前就安尼，莫讲甲古早来讲。就安尼传落来啊！对啊，讲是安尼讲，根本真侪代志拢毋是啊。嘿啦，我就咱无介意人安尼讲，就是你无想要改变，你就规气讲你无想要改变，你就是介意即款方法。因为为啥要改变，确实是有困难啦。讲实在咱嘛无意见，但是你着承认，莫牵拖去古早，古早人遮衰，大家拢互你牵拖虽然讲错在文定生就是安尼来，这头一句，过来第二句顶集就是咱伫访问即个实验剧集的时阵，有讲到即句话，但是我刚刚小可讲过即句话做金神染色做阴生，海拉凹卡变豆子。我当讲的拢是即个因的话江腔比如讲你若有的所在念豆乳，对，食豆乳，对，咱遮讲豆子，咱遮念豆子，阴生，阴生啊，阴生，那佫有一句话啦，佫有一句话共款意思，就说金神变海拉，所以咱是讲到两个物件。那咱头拄仔一直讲到北管有分成两大派，一派叫做福禄，一派叫做西皮，到底啥无共咧？因伫真侪所在拢确实有拢无共的所在比如讲信用，西皮拜的是颠倒元帅，
田都元帅，真济歌戏嘛拢伫拜田都，是无错吼。那听讲田都元帅吼，伫红鞋仔时阵吼，都互人放杀啦，是毛下布坡甲饲大的啊，伊才会活落来。当然啦，以咱即个科学的眼光来讲，食毛下坡你可能免偌久就枵死啊。当然有即个故事啦，这就是故事嘛，传说嘛。是，所以咱定定看到田都元帅的造型吼，毋管你是即个佛像神像啦，像神尊，或者是画出来的图，喙边拢会也是即个下头，毋是画即个毛下骹，就是画规只毛下。这都是因为纪念当因即个拜就是即个田都元帅。田都元帅。是。即个福禄拜的吼，福禄用的是用即个福禄就是用即个海拉，海拉其实就是毛下意思。海拉是一款毛下讲法。原则上嘛是属于毛下就对啦。对，海边啊，迄款细只啪啪啪，是不是迄个寄居蟹？无，就是毛下。比如讲招潮蟹迄款的，通称伫海边啊走来，咱有当嘛会去。较早海边啊拢会有即个海边啊拢有即个毛下走去对无？就讲迄做海拉。是安尼哦。就是伊就是讲。即个海拉吼，就笑啥用海拉来讲，即个西皮派拜田都元帅，即个人意思就是讲恁着甲即个毛虾共款，专门食一寡死气后气的物件啦，或者甲起笑啦，口水啦，你甲笑安尼，小片啦，这是福禄伫咧一个笑西皮的人。咱补充一下讲，做戏的人定定讲老爷饭真黏。有即款讲法，意思讲你若兴做戏的人就算你走去做别项，最后你嘛是倒来做戏啦。车尾你嘛是倒来啦。生一大咧，你嘛是倒来做戏啦。因就安尼讲啦。另外就是讲即个老爷想饭食。就是讲谦虚啦，讲伫咧戏曲界，比如讲你做了袂歹，有一寡名声，大家做你是拢叫你老师啊，叫你即个先生啊，因就讲无啦，是老爷想饭食啦，老爷庇佑的啦，老爷有保庇啦，毋是讲我真正搞我偌搞。意思是说，上天赏口饭给我啦。是。一般咱讲即个老爷。其实讲的就是田都元帅，他们的信仰啦。是对啊，你讲的无毋对，做歌戏的人主要就是拜田都元帅，所以因其实是无食毛虾。介是做歌戏人，但是因分甲足清楚的我所知，我熟悉的演员，因有的分某几款毛虾无食，其他照食。会使因家己决意啦，家己决定就好。一种的规则来比如讲，我袂记你搭一款，比如讲金马有食，3点虾就无食，比如讲安尼啦。毛虾啊，金马，应家己去注意啦。啦，应家己好就好啦。都一款的讲法啦。趣味哈。那金神其实嘛是同款意思，咱讲即个金神念是做阴神海拉后骹变导致那即个金神呢嘛是同款的红口水话啦。金神就是足肥足大只迄款的好神。刚叫迄个动袂掉的。这华语其实叫做丽颖，美丽的丽。身躯小可发光，迄个感觉金金啊呢，敢若金属迄个感觉，金属感觉。还有这金神。福禄拜是西秦王爷，西秦王爷。有人认为讲西秦王爷是东明皇。因为叫做雷横主地上带头的拄开始的人，那当然嘛有其他的讲法啦，就是这个西秦王爷到底是啥有真侪讲法，因为福禄派伫咧八卦内底算讲是爱较爱讲阮爱照过去的做法，照传统、照起工，过去先咧安怎教，安怎教咱就安怎做，莫规工想讲要变一寡新的有诶无诶物件，所以西皮的人新派西皮就会笑讲因福禄个才是真正迄款爱教爱囥食迄落爱囥甲臭铺爱囥甲后气的物件，伊较要爱的。即马就是变一个较新时代啦，新派甲旧派一个就较保守啦。就讲即就敢若金神共款啦，咱一个烂气啊，较要爱啦，臭铺较要爱安尼。袂变起。咱当然讲即个。金神念是做阴神海拉后骹变导致，就是利用即个外形，互相来加，互相来亏，互相来口水，佮互相来卖牛奶，就即个感觉。互相刺激，互相来骂对方啦。简单讲意思就是讲，因为你看金神就是大只一只嘛，你是甲凹灯看起来敢若阴神啊一点啊。哎呦，海拉共款意思，你看个凹灯凹的吼，是咪就一块细细角角，敢若即个导致共款的一块细细角角安尼。以前人嘛真够写吼。真够想一寡有诶无诶，所以意思讲我3两下就甲你料理起来啊啦，迄个感觉，甲你看起来，就是即款互相骂对方啦，口水安尼，互相拼。
过来咱就知影讲，平平拢一个老师啊，是要拼要创来呢。人家发展到后壁就是安尼后壁就要强大自己了。系啊，咱过来后一句就是西皮挖关，就是靠近官府啦，挖关的挖官府这边。哇，我刚刚讲官官网官方网站，官方，西皮挖关。福禄都入山，意思是讲，这是后一句啦，就是咱拄仔讲这个西皮甲福禄拜的神明，除了伊神明无共款以外，因的乐器嘛真无共哦。咱都讲真侪无共的所在。一般西皮你用的这个头手就是主旋啦，带头迄个头手弦，主要迄个人，是。就是咱若是当的这个偶像路线系讲 C 位。对，C 位我是毋知啥啦，反正就是安尼。就是中间嘛，正中间他是主要人物啦。是。带头的人西皮用的头手是这个，因带头的人用的就是吊龟啊。吊龟啊就是华语在讲金胡，北京的金胡，胡琴的一款金胡。这是北京戏的主要乐器。伊的这个曲调咧，曲调是属于这个皮音系统的就是西皮应用的系统无共款。乐器甲音乐的部分因为伤复杂啊，咱就莫讲甲较深遐复杂，咱嘛毋是我的专长啦。简单讲大概也知影就好啊。西皮的曲管呢，一般叫做糖，或者叫做烟。糖就是堂兄堂弟迄个糖，那个糖。糖也可以，糖也可以啦。过去较接讲糖这个发音，我去查一下。是哦。比如讲咱凊彩号一个名，比如讲去结束讲用我的名，就变阿德糖。你再讲伊只后壁是糖的，或者糖的，看你要安怎念拢会使。伊就是一般来讲是属于西皮迄派的。加一字安尼晓。就是头前个号名，什么糖，什么糖安尼。另外，伊若说叫做烟，还是叫做烟，拢会使宣。南分宣制迄个宣，宣伊会使念作烟，嘛会使念作烟，拢会使猫咪烟拢会使这嘛是拢属于这个西皮一派。若是用福禄的，伊就会用虾。你当我讲到虾，经络虾，什么虾？是，比如讲罗东目前我记印象中还有这个江南虾，你就知影这是旧派的，福禄迄派。我清楚啦，你只要听到虾。知影伊做八卦的，过去做八卦的，伊什么虾，这拢是福禄的。啦，什么宣啊，是什么烟啊？什么糖？什么烟？什么糖？嘿，拢会使。你讲，迄就是西皮。糖是咱宜兰口伫讲糖啦。你个糖是尾啊来。较文言啦，糖是较文言的讲法啦。糖一般过去会叫糖啦，什么糖？比如尊心糖。对，尊心糖。系嘛可以，两个字的念法拢会使。但是比较来讲，我听起上糖敢若较关系。当时，但是过去日本时代你会看到大部分的字是糖用较侪，即个音用较侪。所以讲，你若讲糖会互我解起，糖我就讲堂兄堂弟的糖。对，特别个讲者啦，无讲很长的长。是若是福禄，我当讲即个虾因的即个头手弦。福禄是用虾做名，什么虾呢？因的这头手弦是较弦。椰子壳做的，伊这琴档就是咱迄个琴筒迄个发音的所在。发音的所在伊用的是即个椰子壳做的，都无共款。这属于即个枋仔系统的，即枋仔腔啦，佫叫做枋仔腔。所以两个连音乐的系统都无共款哦。你讲共一个声你搞出来，嘛就特别咧。如果啦，确实安尼嘛是很奇特的。所以大家拢怪你。无怪讲伊很怪，甘文丁生。福禄过去嘛，做古路啦，古路啦，嘛安尼念都是讲伊是较古派的。简单讲这种大概保守派就对啦。过去啦，较老派啦，安尼讲较紧。是安怎讲即个西皮瓦关福禄道入山咧？其实伫咧当地年间，清国嘅当地年间了后咧，两边发展拢愈来愈旺，曲管四界拢是，曲管林立，即个冲突就愈来愈济。当闹这个是，当车市场当大，这其实嘛有市场的问题嘛，大家竞争嘛，所以到尾仔咧，野岛动枪。你死我活即款海盗大车拼嘛，不时伫咧发生，是会断骹断手的是出人命的，毋是干那讲两边要呛声就好啊，无遐简单。为着两个音乐乐派无共款嘛，会使冤干的。
当时西皮主要即个势力范围是较挖海为主，福禄是较挖山。整个来讲，西皮是较好个，人数嘛较济，较新派嘛，新派总是较实行嘛。听讲伫一届即个大请病了后咧，西皮去挖复当时的即个举人，那用宜兰腔的念法当时因为这举人是宜兰人，或者黄赞羲，所以毋知要安怎写着黄赞煦。旭日东升迄个旭吗？情绪的绪，当叫做经书。旭光绪迄个绪是光绪皇帝即个书但是宜兰腔正式的念法过去念作诗，是念作书，真侪书甲伊甲有的音会相对应，江腔其实念作诗，伊姓黄嘛，宜兰念作黄嘛，所以伊正式念法做黄赞煦。当然你若是用一般打的普通腔的念法，咱就是念作黄赞书啦，对，黄赞煦，伊迄个古厝，到尾就刷去团结中心内底传艺中心。黄举人宅是黄举人宅引导是安尼后盖过去看都无共款，有机会再去看一下黄赞煦其实是宜兰头一个举人，头一个头名，所以嘛叫做开兰举人啦，就是宜兰开兰以来头一个叫做开兰举人。这个人嘛真爱戏剧。这过去文人雅士嘛，伊本身嘛学戏所以伊本人就是西皮的头人啦，所以现在伊伫花呢所以咱现在讲西皮挖官，因为伊甚至有起庙来拜这个颠倒元帅，这就是真趣味的。家己本身有学问嘛，是，所以挖官，伊就会使找人来做伙看线，因为我甲官府较亲嘛，人脉较济啦，我官府人脉较济嘛，所以就挖官咧。伊有一个后代，即个黄赞煦、黄赞书拢会使伊有一个后代，就是即卖县议员黄定和、黄定和，是就是伊个后代。你安尼讲出来敢好？我见这大家拢知影啦，这是官方的本来就写，本来就写物件。应该伊嘛欢喜吧？有人甲伊介绍。伊嘛捌做过宜兰市长。黄定和嘛捌做过宜兰市长，伊甲一个人是死对头，这个就是拜西晋王爷。我毋是讲黄定和毋是政治的问题毋是，当初是伊的祖先即个黄赞煦黄赞书伊有一个死对头是拜西晋王爷，属于福禄派的即个头人，或者陈辉宏。陈辉宏真有名，安尼就敢若袂好势啊咧。陈辉宏过去伫咧伊是住伫三星巴里沙即个所在，过去三星的一个旧地号名。因孙嘛真有名，就是咱较早捌提起过，伫咧宜兰人200年心结内底捌讲起的，要讲起的即个陈进东，还会记得无？陈进东嫁着看赢珍珠买一招。对啦，陈进东伊不哩好个嘛。是，即个陈进东嘛捌做过宜兰市长的陈进东。所以宜兰县长歹势，宜兰县长伊做较大宜兰县长。所以真趣味这两个人后代拢算个真有迄个，当然无共时代啦陈进东是搁较早期啊，有啦，甲黄定和无共啊，差足远咧。但是你就知影讲，两个国主拢是大家族拢势力真大，两边不哩会好势。伫咧清朝时期，两边定拢伫咧这大车拼，拢动刀动枪，枪可能较歹得着，但加减啦，但动刀动枪较济啦。讲袂下啦，两边都势力无共款，两边听讲有一遍，两边又搁拍起来啊！哎呦，安那拍起来了，即个黄赞煦，咱讲即个举人就牵线，咱有讲伊甲官府的关系较好，伊就靠即个人济势众，人多势众，伫车边的时阵呢，就找官府来镇压，来处理即个物件，我老人来啦，应该来镇压。即嘛讲我老人来啊，那我家己的人，我连官府的人都老来啊，就镇压这情形最后一段时间，即个陈辉宏就带着伊的子弟，伊的这徒弟入山去开垦当时即个苏花公路的前身，迄时阵无做苏花公路啦，伊的前身，临海道路的前身安尼，就是去开垦即个所在，暂时撇一个风头，去避一个啦，去小避一个安尼。你有注意到无？黄赞煦带头的即个西皮主要是伫宜兰市甲壮围为主，咱都讲较挖海嘛，较挖迄边。有伊举人嘛，嘛是伫咧宜兰市，因即个后代当嘛伫宜兰市嘛，对。伫咧溪北较挖
这个单飞鸿带头的这福禄吼是咧三星罗就东，算溪南，伫溪南，吼，所以你讲溪南溪北之争，伫咧北管内底共款伫咧发生，所以所有故事拢是连做伙的。安尼哈，南北敢毋是拢共款大的所在，那就安尼对吧？你音乐各派、番各派，但是最后嘛是溪南溪北小车拼，嘛真好笑啊！那毋捌听过即个溪南溪北之争，宜兰人200年心结故事的人你真正去听看卖。只要你看到阮伫讲甲宜兰有关的故事就定定会出现即个问题。溪南溪北的心结，甲车尾拢会牵做伙咧吼。嘿，最后大家拢爱牵做伙安尼。好来，咱讲到这先休困一下，休困一下，互我啉一咖啡，啉一水一下，咱明仔来继续。OK。好，咱来继续倒来讲咱的即个北管的即个西皮福禄之争各派之争的车拼。咱这个来讲的是豆腐刀下韩鸡皮。乡乡一听，敢若想豆腐刀下韩鸡皮。切豆腐的刀来下韩鸡皮。你听起来敢若是什么指甲的节目？依然讲指甲，主甲啦，主甲的节目，料理节目安尼。鸡饭。不是基本俩，基本基本实际上是这个你讲北管的西皮福禄之争因为咱头前讲西皮瓦管福禄道入山这是清代时期当时咧这个当地年间，在咧当地年间咧因为冲突不断了后，甚至到了光绪年间、光绪年光绪年间，这冲突嘛佫继续扩散落去，发展到了嘉南、台北。花莲嘛，拢有北管的西皮福禄的车拼事件，看不哩济咧，敢若画着安尼，北部这边甲东部拢有这款的车拼就是当然伊迄甲咱打拼戏，想讲是看谁唱了大声，看谁较请赢。甲是无共款的是卡袂着在起骹动手动骹动手无性命的问题是无性命的但是到了日本时代，因为社会管制较严格即款的武力就较减少较无安尼。即个时阵就是开始比排场、比声势所以才会咱讲即个输人毋输阵，输阵就歹看面，对无？对。目前有一款看法啦，讲即个大神翁就是神将啦。我毋知大家知影大神翁无？大神翁毋是那个门庙的出顺呢，庙的出顺有足大身那款的人喺啲内底。大神翁爷嘿，有三太子啦、土地公啦，你若是像我较熟悉东澳庙，什么神拢有即咱遮有做大神翁，但是毋是每一个所在拢有做大神翁但是就是神将啦、神将。咱遮有做大神翁，其实有一款讲法认为讲，就是因为当初是北管的拼场文化才来出现的。你声势大请呀，我比你较请呀，这拢甲定定甲宗教有关系嘛，庙会啥活动，我做较大只，愈来愈大声啦，愈来愈大声，足赢白个啦。听讲是伫宜兰发展起来，听讲即个大神翁是宜兰开始发展出来的，即款讲法。到了日本时代，咱讲因为即个管制较严格，即个时阵咧，福禄的头人或者豆腐丁豆腐针豆腐丁西皮带头咧，或者番薯仔蟹拢有人晓。伊跟甲日本时代咱讲清朝的时期嘛，咱到头时间嗰啲清朝车拼，甲打即个时阵袂使动刀动枪后代啦，开始拼声势即个时阵传到即代来，就是豆腐丁福禄的豆腐丁甲西皮的带头即个番薯仔蟹。我既然就做阿蟹，你就知讲这一定好业嘛，或者阿蟹嘛。当然我变主角去敢若主角料理节目安尼。有一年，即个西晋王爷圣诞千秋。西晋王爷上拜还记得无？西晋王爷，西晋王爷是即个西秦王爷，西晋王爷就是即个福禄即派伫拜，伊就一定是来甲即个神明祝寿嘛。但是福禄派都较无遐济钱嘛，所以较无遐济钱有较散无我毋知较无遐好业就对啦，较无遐好业裤底也无遐饱啦是要安怎甲咱即个声势做出来咧？咱会用上少的成本来达成目的做出上大的效益大家嘛是安尼想伊就真巧即个豆腐丁伊就找几啊顶头慢慢坐但是声扫一定爱大你声音一定爱大，嘛毋免讲四界去出拢免
你这顶头吼，就是去番薯仔社因兜附近，就一直踅来几工，你就踅来踅去，蚶仔啦、古吹啦、萝卜啦，变个走落去，就伫因兜边啊，比人较大，就是伫因兜边啊附近踅就好啊，永远就是一直听会到。以前是无麦克风啊，所以呢靠声啊。嘛毋知发生啥代志，刚才因为一定知影讲是西晋王爷的圣诞啦，但是因为我是拜，比如讲我是拜番薯仔社，我拜电大元帅，我袂去参加。但是我就规工听因嗲吹鼓吹啊，嗲乒乒乓乓安尼，想讲当时安那声势不过遮大是偌大阵安尼煞互骗去，所以即个番薯仔社想讲好啊，你今年即个豆腐丁啊王爷生你甲我舞一出遮大出，我哪会使输？所以咱当讲输人毋输阵嘛，今年过来就轮到即个电大元帅圣诞啊，我著钱个变甲开落去，毋知加开几落倍就请顶头，请人你敢若茶水啦啥拢爱，咱开钱啥物拢爱开钱嘛，拢甲开落就为着民主袂使输，毋过就是因为安尼，顿倒在地乡亲拢笑讲这潘啊，请两三下顶头顶兜附近踅尔，你著讲甲安尼，讲甲袂白情。因无爱出来看啊，我都看嘛看无啦，伊伫附近你也无一定随看会着，一直听着声，就是真巧啦，舞一出来安尼。另外佫有一句话做豆腐丁饼番薯社，共款这两位。讲迄个时阵，即个西皮甲福禄即款饼食的情形是时常伫咧发生。除了头前讲豆腐倒下番薯皮即个故事，佫有一届。有一遍毋知是拄着啥物大日啦，两边拢爱出顶头，代表讲毋是西晋王爷嘛，毋是电大元帅生日啦。等于讲一个共同，你必须拢爱出来，大家拢爱出来啊。自然如果是饼场面的时候，要出来就个饼啊，当然啦。虽然拢出动一大堆顶头来做势，即便像输像赢，总爱比出一个关家。你有锣鼓，我嘛有鼓吹；你有吊龟啊，我嘛有即个较现通好 A。咱现仔上 A， 对啊，现仔就是伊若汉字写 I 打那个 I， 就是 A 的意思，就是 A 现仔摩擦的意思。要安怎来分出一个关家咧？因就讲无安尼啦。咱顶头较济嘛歹分啦，看袂出来嘛，人一济大家拢客做伙嘛。对，嘛毋知送个啊。你像即个进前中华迄边有即个抢神明的轿，抢神轿即个代志，都因都会穿无共款的衫，一看就看会出来。过去较无遐时间即款做法，无穿制服啦，无穿制服的习惯。安尼歹分无要紧。安尼，咱才有一个分驻所，分驻所就是甲派出所共款意思。过去警察的所在，分驻所。我豆腐丁仔即边的若经过分驻所，就是即个警察大人的所在啦。我就敢若游行设计，但是我莫吹走。都互大家看嘛你番薯仔社你过照常吹奏，照常演奏，你有音乐你照演，是毋是咱就随会使分会出来？伫分驻所附近的人知讲，即阵无出声的，我知影讲这就是豆腐丁的人。即阵有出声，我知影讲这是即个番薯仔社的人，但就是到时阵咱附近这分驻所附近乡亲来评比嘛，咱来比较看卖。事实上咧，谁来用即个方法？即豆腐丁出一个奥步，一条工。讲咱比赛用啥物方式来比伊就趁番薯仔社顶头，要经过分驻所的时阵，派人叫做西皮迄边的人来揽入去咱的顶头内底，伫顶头内底人甲人放风声，甲大家放风声讲，莫伤大声，警察大人当你讲电话，你若伤大声，甲吵着你诚侪不起大家想讲警察大人，我煞毋敢演奏，大家拢细声，经过就好啊。好啦，附近乡亲到尾一评比拢无走个，遮拢无走个，这嘛拢福禄个嘛，遮人较济哇，福禄个人数比这CP济真济所以安尼就奥步的，所以讲是有出奥步啦，都讲赢一届啊，安尼所以这是过去真济真趣味的所在，在评比的时阵比赛安尼。其实咱头拄仔讲这几个故事内底，实在讲福禄毋管伫咧人力财力，其实要甲即个比起CP来讲，确实是有差，因无法度较济。毋过咧，虽然咱认为讲福禄是即个传承较老牌做法，较维持传统的做法，但是有一寡因伫思考啦，有变通的方面，又佫真够变巧咧。虽然老牌佫头脑佫会转咧，即方面佫真够出奥步诶。毋管是之前咱都讲即个豆腐倒下番薯皮，两三个顶头就会使补甲伊，可以加开几落杯。无就是像即个经过分驻所调工派人去甲讲，咱打好做假讯息。假新闻，对，较早都有假新闻的做法啦，派人家放风声，就是假新闻，就使达到伊的目的安尼。
咱就会知影讲，所以有即句话讲，即个洗皮济不如福禄济。济就是讲，毋管你人济钱济啦，吼，你都无我福禄济。济是讲齐心协力，大家真团结，嘿，大家真团结的意思啦。所以一直到了即个1970年代、1970年代啊，现代社会转变了，生活的方式啦，网络的变化啦，电影、电视什么拢有啊。即个大家生活方式无共款了，北管都嘛面临着即个网络的问题啊，没落网络的问题啊。那目前依然有一个即个汉阳啊，台语嘛做汉阳啦，你是用宜兰腔嘛，宜兰剧团用宜兰腔来念就是汉阳，太阳的阳。对，我当讲的拢是台语，毋是华语。但是因为因两个字南阳啊，南阳啦，南阳即个阳，南阳，就是这。太阳阳光的阳，对啦。汉阳北管剧团是咱目前国内唯一一个伫宜兰这个剧团是唯一一个北管的职业剧团，专业的职业剧团。那嘛是伊真有特色的所在，不过是讲伫咧去年2021年7月的时阵，这个团长国宝级的，真正是国宝级的这艺术曾进财先生，真正是先生啦，大师级的对。这曾先生都进在身的都已经来过身啦，无伫哩啦，80多岁啊。那这个新闻我介绍敢有看？是，因为对宜兰来讲是大新闻，因为真正是国宝级的，我捌见过一两届啊，确实是人嘛真亲切，人真好啊嘛，反正当过身人过去做八架交椅坐套套，就是讲不管所有的乐器，伊拢有法度来做，拢有法度来演奏安尼，拢懵过，拢会晓，拢真够安尼。嘛真无彩啦，讲实在吼，不管到了现代，甲南管共款拢会面临着真侪网络的问题，时代的演变。这个甲共款武器共款拢点拢无一样的。嘿，当然，我知影讲台湾当其他所在，其实嘛有一寡人是伫咧拍拼吼，伫传承即个北管的音乐，尤其伫咧中华这边吼，过去因为伫中华开始发展出来的。那嘛尽量要甲保存落来啦。是，嘛有人甲有的乐团吼，会甲即个北管放入去因的现代的音乐内底，嘛有即款做法，互伊发展出新的物件。那像我头拄仔开始讲的即个实验剧集吼，伊就是甲北管啊、南管啊吼，甲现代剧场吼，现代剧场嘛。融合成一个新的物件，新的感受安尼。我相信即个北管，毋管安怎讲，反正伊未来无遐像过去的北管，但是伊嘛是会是台湾文化的一个养分。咱讲养分就是讲养分啦，希望讲吼变成讲台湾真重要。比如讲伫咧创作啦，伫咧做些无共款的艺术的物件时阵，拢会使吸取着北管过去的物件。佫留一个传承啊，嘿，只是用无共款的方式甲保留落来。当然，若有传统的北管，我知影有的人佫伫学，真认真伫咧学，我嘛熟悉几个啊，确实真正真认真伫学即个北管的戏剧，所以嘛希望讲真正因会使顺利来推广，佫较侪人熟悉，毋管是南管的音乐、北管的音乐拢共款。莫互登去啦。是，这是咱即届用即个宜兰在地俗眼，甲北管有关系俗眼，甲斗成一个故事，互你看到北管的即个斗争，因为即个车拼为清朝时期甲日本时代的即个变化，伫咧宜兰安怎发展的，透过即个，你要知影讲，你要知影讲，即个所在对即个物件到底是毋是捌真正过去真实行过，上简单的讲俗眼无，拢是在地，这拢是在地你别个所在，比如讲，咱都讲些什么豆腐丁下汉豆腐刀下汉鸡皮种，即个物件你即个事你无可能别个所在看到。无可能。宜兰以外，因为无发生即个代志，这是宜兰家己发生的故事。透过即在地俗眼，讲俗眼有一个真趣味的所在，就是伊伫讲你过去的历史，迄个包含宜兰的日志共款啊。嘿，其实这就是历史，加藏伫咧咱讲的即个可能个客家话啦，即个俗眼啦内底，其实拢是伊的在地历史。所以我嘛是真希望讲，大家若有捌听过家己生活的所在，有一寡在地即个俗眼，发现讲，其他所在人无安尼讲咧，去调查一下，是毋是背后一寡故事，是足趣味的。你就知影讲，即长久以来，甚至佫会使牵涉到咱之前讲。
宜兰人200年心肝的客人客房又走出来啊，所以这一看会使看200年的故事来算，一直拢袂断的啦。嘿，对，这我是到目前为止也是假，可啊。是我有阵子讲这是我伫做这个节目，感觉真有收获的所在，因为我必须要产出，我必须要做出物件互你，所以我必须要逼家己去做更较侪功课。你愈做，你发现讲，真侪物件一个单一的事件，最后你斗起来是敢若拼图安尼，咱讲敢斗迄一块图共款，原来是一个历史长期以来是安尼一片一片斗起来。嘿，你对家己在地生活，甚至规个台湾的变化，你有更较深的感受，完全无共款。你听这侪故事了，我相信你家己嘛无共款。所以这边一定嘛是有共款的感受。原来过去咱看到的物件，慢慢斗起来。比如讲你过去慢慢去过团个中心，我以前是无去插遮啦，因为讲这甲得做了嘛是有不哩济，收获蛮多的。这真趣味啦！我讲这种是真好耍的部分，即个用较无共款的方式来讲故事，透过这俗眼，甲这个时间整理出来，为清朝甲日本时代，为发展开始，文定先开始，甲伊后续的这个土地主题，咱讲主题戏嘛，这主题甲日本时代要安怎去变化，真趣味的故事，大家了解。那么毋知影讲大家对这边的故事有啥物款的想法？这集的内容你听了，但是有介意或者是有啥物款的指教甲建议嘛，拢欢迎你到 Apple Podcast、Mixbox、Firstory 留言互阮。若是你收听的平台是这个 Apple Podcast 是 Spotify 啦，还是 Mixbox， 拢会使留下这个5粒星的这个分数，互阮一寡鼓励。当然你若行有余力，你若小可靠地小可会使，就系把有剩一丝要赞助阮，鼓励阮做更较侪创作，真正讲实在要开足侪时间的。对啦，真辛苦。所以希望讲透过一寡赞助来鼓励阮，当然嘛是真欢迎。这嘛是拢真感谢。顺便伫咧遮感谢一下无讲到就是我会整理我伫 Facebook 顶款，你嘛知影我会甲咱内容内底佫抽一寡物件出来，另外佫写一寡故事，写一寡可能这内底有一个相关的这个俗眼，会使甲大家分享。单纯的敢若文字的版本是无伫咱的这个节目内底讲到的是伫咱节目内底发展出来的。有一寡我会甲搭伫一个平台叫做方格子。顶悬嘛是有赞助的功能，咱前几工有人赞助我本来只是甲当做一个会使互我放文章的所在，其实我嘛无特别想讲要去经营创啥，就想讲有就放，因为你毋知 Facebook 打一工又甲你出啥物代志，毋是讲介稳定，所以我就想讲有一个物件互我甲我过去写物件放顶悬，想袂到竟然嘛有人赞助，我相信我毋知有伫听无啦，反正伊敢若看字有的人是先看字，你若有伫听嘛，伫遮甲你感谢，因为无特别写名，我毋知你名是啥物，我咧鼓励啦。是蛮感谢你的这个赞助。另外嘛，工商服务宣传这个伫咧5月28，嘛，这个月嘛，5月28，月底的时阵呢，伫咧台北南港录播课。我若是伫咧做访问的特辑，大家一定拢会听到开头，我拢讲感谢录播课的赞助。对，嘛真感谢，确实的啦。是我即个甲录播课这个创办者这个 Elton 做伙合作，咱伫录播课这个所在咧有做一个聚会是。台语的聚会，就是邀请讲，你若是有伫做即个 podcast， 尤其是做台语，毋是做台语嘛无要紧，但尤其你做台语会佫较好，就是咱大家来即个现场，有一个差不多4点钟，下晡1点至5点，4点钟，大家做伙开讲啦，大家来交流开讲，嘛做伙耍，我嘛会准备一寡会使做伙耍的活动，当然全程规个过程当中，喙暗啷挂掉咧。你若要啉物件时阵是啉酒上是无要紧，啉酒的时阵是无要紧啦，但是主要是讲我规个过程当中。全部拢爱讲台语，以台语为主。你若是有兴趣的朋友，因为人数我这个名额真有限，我敢若收20个人尔。足济啊呢！完全无收费，1箍拢毋免。但是20个嘛真济呢。对啦，嘛是一个人数现场饮料甲米露，互你啉烫海。所以你若是要啉米露的人，请你毋通开车来，毋通骑倒摆来，拢毋通就坐上好就好。豆都毋好食啊。就是无准备食的啦，但是饮料甲米露有准备。是要食物件甲你带。是，你若有要食物件，你会使早来甲大家分享，这是无问题。那就是希望讲，互大家有一个互动的机会，要找我开讲，或者是要找其他的这个听无共款的 podcast 频道，或者是你是听友，我嘛欢迎听友来，只是讲你至少要听我伫讲啥。爱听有啊。
现场我嘛有一个时段会邀请到咱之前访问过的这个郑顺聪先生吼，郑先生，伊要出新册啊，所以直接甲宣传一下吼，做台语心花开。安尼哦，嘿，台语心花开是一个新的，这个甲台语有关系的册，但是毋是完全写台文的，所以大家使放心，免烦恼你看无，你电脑伫内底学着台语。伊若专门看用台文，应该是看无啦。伊毋是台文写的，但是内底掺杂台文，互你足简单的学习台文，嘿，互你足简单的方式使学习台语安尼。那我会邀请你做一个分享会，共一个时段内底。等一下爱请问，你迄项报名当时为止呢？到5/20/5月20。爱有这个时间吼，超过就无咯。这个报名伫咧网络顶管，请你到 Facebook 找亚特聊聊天，我会放伫顶管，你家己去找迄个报名表来填。我会优先以频道，因为咱是 for podcaster， 就是做这个频道的人为主，希望大家有一个交流的机会，以这个人为主。当然，你若来报名，我嘛会尽量保留你的名额啦，就希望讲你会使来做伙参加。这个郑顺聪老师啦，郑先生来嘛是我会请伊甲这个伊的新册新发布的这个册新发表的册，拄来做分享会了。我若大家有兴趣先预购一个，到时嘛，甲大家通知，就是讲会做伙甲订册，好预订就对啊。订这个册迄个介绍一定是。有拍折就一定是真啦，好啦，真水啦！我当目前敢会使讲较遮，好，有诶物件我袂使讲较低，因为还袂正式发布。会甲你拍折啦，因为伊册还袂正式上市，还袂正式发布。这袂当讲。我袂使讲甲伤济，但是保证。互你心花开，台语心花开，值回票价就对啦。是，所以这个部分大家若有兴趣，会使去 Facebook 顶端找一个看卖，嘛再出甲大家预购一个，大家都有兴趣会使来先看卖啦，大概就是安尼。好，咱时间差不多，咱就到这为止，甲大家拜拜。拜拜。